行一步。今屆立法會選舉各個一般票站會喺夜晚黑11點半閂門，成個投票時間歷時16個鐘。無線電視記者黎在珊報導。黎在珊而家咧就喺銅鑼灣皇仁書院票站㗎。投票開始咗5個半鐘啦，已經有唔少候選人宣布告急啊！你嗰度票站嘅情況係點呢？我係身處喺皇仁書院嘅票站，呢一度係屬於香港島東選區，呢一區嘅投票率都係高企㗎。截至下晝嘅12點半半日，達到13.07%，係高於整體地方選區投票率嘅12.99%。而呢一個票站嘅合資格選民投票率呢，亦都有近12%，緊貼於大勢。根據票站數據，可以見到每小時嘅投票人數係越嚟越多。到接近中午午飯時間先稍為放緩，票站運作暢順。以我哋嘅觀察，市民基本上係唔需要排隊，直接入去裏邊登記之後投票，幾分鐘就出到嚟㗎啦。票站門口有票站職員同埋民安隊、警察等協調。講返香港島東選區，包括咗灣仔區同埋東區，即係銅鑼灣、北角同埋柴灣等等，5個候選人爭2席，當中有1位現屆立法會議員競逐連任。而全個區總共有超過38萬名合資格選民。現場情況先睇到呢度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好，唔該晒。而喺香港島西選區5個候選人當中，3個現屆立法會議員角逐2個議席，多個候選人都打告急牌。